CSL 網店舉辦618購物節，精選 Apple 產品同配件有大幅優惠。早前京東香港大力推廣618 iPhone 優惠，睇嚟好平，但實際未必係。大力推之下，其他嘅零售點都有壓力。率先出招回應嘅係 HKT CSL， 香港電信商 CSL 喺網上商店推出618購物節限時優惠活動，今次主打 Apple 產品同配件。CSL 係咪打京東呢？未必，因為特價 item 都唔太相同。多款 Apple 旗艦產品有折，呢一次618購物節 CSL 網店針對多款 Apple 旗艦產品提供折扣優惠。iPhone Air 1TB 型號優惠定價8699，相較建議零售價11999，慳咗3300蚊，折扣力度最為顯著。平板電腦方面，13寸 iPad Air M3 WiFi 加流動網絡128GB 版本優惠價5249，原價係7099，慳咗1850蚊。iPad Mini A17 Pro WiFi 加流動網絡512GB 版本同樣減價1850蚊，優惠價係5549，原價7399。配件方面，Apple AirPods 4主動消噪型號現有客戶可以以1289購入，較建議零售價1499，慳咗210蚊。除此之外 ，Clicks 智能鍵盤 iPhone 17 Pro Max 優惠價低至728，原價係1298，慳咗570蚊。Zack SandiScu Snap 石墨烯 iPhone 17 Pro Max 手機殼優惠價128蚊，原價228，勁減100。我哋再嚟睇下另一單新聞，價錢有伏，京東618 iPhone 加蘋果產品優惠，人民幣計價成錯覺，有啲仲貴咗。中國內地其中一間最大嘅電商京東喺香港開旗艦店，佢哋今次 budget 好多，請咗好多 KOL 推廣佢哋賣嘅嘢，同埋力推618優惠，其實係好鬼平。京東香港一直用一招，令到大家以為佢哋賣嘅香港行貨好鬼平，呢一招就係用人民幣標價。雖然我到而家都唔明點解明明賣香港行貨都要用人民幣計價，但係客觀效果就係想你覺得件貨好平。今次我用價格網狂推嘅 iPhone 加蘋果產品優惠做例子，同大家分析一下京東呢一次618蘋果產品優惠係唔係真係咁抵。京東最近有大量推廣，其中一個我最留意嘅係 iPhone 加蘋果嘅產品優惠，佢又未去到每一件 iPhone 產品都做大特價，主要有以下幾款。佢哋會用人民幣標價，例如 iPhone 17 256GB，其實特價得薰衣草呢一隻色賣5999，但係其實係人民幣。香港人除非你去淘寶或者係拼多多買國內嘢，否則寫明港行，你嘅第一印象會係港幣。雖然京東冇造假，冇違反商品說明條例，但係標價5999作為賣價，你好容易就以為係港幣5999。當你俾錢，佢就會同你轉翻做港幣，立即變成6350蚊，差價都成3嚿水。我當你心水清心算快，咁其他嘅 Apple 產品又係唔係真係咁抵呢？我哋再同大家一齊分析下 iPhone 17 256GB 對比數碼通網店公開價6599，京東價折後大約係6350蚊，所以的確係比數碼通網店平咗249。暫時睇公開零售價，京東屬於市場最低水平之一，不過差距其實唔算誇張。再睇下 iPad Air 11寸 M4 128GB WiFi 版本。數碼通網店公開售價4449，京東折算之後大約係4334蚊，比數碼通平咗115蚊。如果豐澤、百老匯、惠信冇特別嘅信用卡優惠，京東幾大機會會係較低價，但係平幅唔算大。MacBook Air 13寸 M4 16GB 加256GB。呢一款機其實蘋果香港官網、香港豐澤、CSL、The Club 等等一早已經停售，京東係清尾貨。京東折算之後大約係6951蚊。而家最新嘅 MacBook Air 版本係用 M5 CPU， 所以大家一定要睇真啲。當然，如果你唔介意用舊版本，咁係冇問題嘅。Apple Watch Ultra 3數碼通公開售價5899，京東折算之後係6708蚊，所以京東唔係最平，反而數碼通比佢平809蚊。AirPods 4 ANC 京東售價係1285，香港正常街價大約係1399左右。豐澤、百老匯、惠信經常都係做緊1299至1399，所以京東略平，但係優勢唔算大。遇到信用卡優惠，甚至乎可能會比香港追平。Apple TV 4K 128GB Ethernet 京東售價1470蚊，香港 Apple 官方同埋大型嘅連鎖一般都係1499，所以京東只係平咗幾十蚊，並冇明顯嘅優勢。因為香港人習慣買香港行貨係睇港元，
一見到5999、3955、1179呢啲數字，心入面自然就會覺得好平。但係當你由人民幣折算翻成港元，再同香港豐澤、百老匯、衛信、數碼通、CSL、友和等等嘅大型商戶比較之後，就會發現好多嘅產品實際上只係平幾十至到幾百蚊。所以大家喺京東買嘢，記得價格優先，佢哋都未必係最超值、最平嘅。